馬太福音第6章。你哋愛生意，唔好在別人面前點自家嘅虔誠，條條做俾人看。咁樣做，你哋就唔是想愛對天父嘅位得到乜嘅獎賞。所以，你救濟人嘅事，唔好噴喇叭宣傳，像嗰度教好嘅人在會堂也係嘅行所做嘅。可以得到別人嘅誇獎，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佢哋咁樣做已經得到佢哋嘅報答嚟。而救濟人嘅事，有數所做嘅，莫本做數啲，可以在暗中行善。咁樣，你嘅天父就係看得到你在暗中做事嘅，佢的確會獎賞你。你哋祈禱嘅時節，唔好像教學嘅人一樣，好奇在會堂也係十字路後祈禱，條條做俾人看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佢哋咁樣做已經得到佢哋嘅報答嚟。而祈禱嘅事，愛入自家嘅監督關燈門，向暗中嘅天父祈禱。咁樣，你嘅天父就係看得到你在暗中做事嘅，佢的確會獎賞你。你哋祈禱嘅事，唔好像異教徒一樣用千度重複冇意思嘅話，佢哋老道用長篇推論上帝真會聽。唔好像佢哋一樣，你哋盲求，你哋嘅天父已經對你哋所需要嘅，所以你哋愛一樣祈禱。我哋在天堂嘅阿爸，願你嘅生命受尊崇，願你在世間掌權，願你嘅旨意實現在地上，就像在天堂一樣。恕我哋今本日所需要嘅飲食，秒殺我哋嘅虧欠，就將我哋秒殺虧欠我哋嘅人，唔好俾我哋渡到特重嘅考驗。叫我哋脫離該邪惡者嘅手，你哋赦免別人嘅過犯，你哋嘅天父也會赦免你哋。你哋唔赦免別人嘅過犯，你哋嘅天父也唔會赦免你哋嘅過犯。你哋禁食嘅時節，唔好像教學嘅人，佢哋詐意遊手，面撞到親嘴。條條俾人看出佢哋當差禁食，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佢哋咁樣做已經得到佢哋嘅報答嚟。而禁食嘅事，愛石頭洗面，莫本別人看出而在禁食，在暗中嘅天父看到就拉嚟。咁樣，而嘅天父就係看得到而在暗中做事嘅，佢的確會獎賞你。唔好為自家積存財寶在地上，因為有蟲嘅來蛀，也會生蘆；又有賊嚟打開門入來偷。會為自家積存財寶在天堂，佢為無蟲嘅來蛀，唔會生蘆，也無賊嚟打開門入來偷。因為你嘅財寶在內位，你嘅心也在嗰位。木主可比身體嘅燈，木主那係好，你全身就會有光明；木主那壞鐵，你全身就會烏暗。同樣，你地位嘅光那係變作烏暗，這種嘅烏暗係樣板等人講啊，無人能服侍兩個主人，唔係鬧兩個愛嘅嘅。就係看重兩個，看強這個，你都冇可能同時做上帝嘅僕人，又做金錢嘅奴才。所以我老你都講，唔好為到神法所需要嘅飲食，也係身體所愛做嘅神父來操心。什樣更冇比飲食卡重要，身體更冇比神父卡要緊。你都看天堂嘅調位，佢哋無種無樹，也無將糧食囤在谷倉。
伊就在天堂嘅阿爸還係屬伊就，伊就敢唔係比雕位卡貴重嗎？伊就當中乜人能用右手假設紀念呢？用愛為到神父來操心，伊就看亞上嘅百合花用辦講起來，伊就無做事也無做神，仲係挨老伊就講，就係所羅門去榮華富貴嘅事，佢嘅打扮也無一類野花安講，野上嘅花草見本日生出來，天公日就糟蹋，本人跌落火爐去燒。上帝還按樣為佢哋打扮，佢甲唔會將神父輸俾佢哋，佢哋嘅心性實在特色，所以唔好有時候講，我哋愛食物嘅，愛飲物嘅，愛作物嘅，呢條事係唔信嘅人所追求嘅，佢哋天堂嘅阿爸。啲呢條全部係伊條所需要嘅，伊條愛先追求上帝國嘅實現，並遵行佢嘅旨意，佢就會將呢一切全部輸給伊條。總講，伊條唔好為到天公日來憂愁，因為天公日有天公日嘅憂愁，一日擔當一日嘅艱苦就拿嚟。